看来，你仗着给别人做针线为名，在城内干着鸡鸣狗盗的事情，已经不是一两日了。哼，本官倒要好好的查一查，看看这蓟城城内到底有多少苦主着了你们的道。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来自秦国，这位公子是你们燕王的舅舅，义后的亲弟弟公子季。这位夫人是公子季的母亲，你们诬陷好人，这是对贵人大不敬。秦国的质子，哎呦，名头好大呀，吓死我了啊！你们若真是大王的至亲，又怎么会两手空空跑到这种贱者居住的西市来隐姓埋名啊？你若不信，可以找你们国相郭伟查证。你这个狡诈妇人，明知道我国相陪着大王和义后出宫了，你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，好趁机逃脱是吧？哼，你们可真是机关算尽啊！来人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是。大胆！走。你身为主管刑狱之官，吃着朝廷俸禄，怎可无凭无据胡乱抓人，乱施淫威？本官说要抓，便抓了，你又能怎样啊？哎呀，这些当官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怎么是？专门啊欺负妇孺弱小。就是啊，既然你们都是秦国来的，就应该知道你们的商鞅之法，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本官更要对你们进行依法严查，都给我押走！本官还要沿街鸣锣示众，让满城的百姓都来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秦国来的大盗是何等的嘴脸！来人，在，押下去！是，住手！子歇。既是秦国质子，要带走，须以行文向秦国交涉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楚人黄歇。一个小小的世子，少在这多管闲事。身为朝廷命官，罗织罪状，污良为盗，这种闲事人人可管。这些黄金珠宝便是证据，本官可以随意找到不下10人，见证着老婆子昨日下午抱着2个匣子进了这个院子。既是赃物，谁又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捧在手上，穿街走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住处？难道这做贼的不怕别人知道他的行踪，打算广而告之吗？本官还有其他证据，那就把证据拿出来看看。你们刚才可否搜到了别的赃物啊？屋内还有一件貂皮衣裳，还不快去拿来！是。大人。哼，怎么办？果然可疑。你们这些人如乞丐般贫贱，哪里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衣裳？哼，人赃并获，都给我锁起来，先沿街示众，再带回公堂。本官要细细的查问。是。啊！这婆婆坐在地上，还给我！静儿，静儿，小孩子你也动手？静儿，宝儿，放下看，还给我！去，静儿！公子，你看到我宝儿！滚开！智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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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嫂，谁再敢乱动，就如同这奸妇一样，查无说。都怪我！大人，完了！让让，杀！杀了这帮畜生！
杀了廷尉右丞，在这继承也算是捅破了天。我看此地不宜久留，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出城。芈月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义渠君，你是怎么突然到了燕国？我听说你在燕国受人欺辱，我就立刻带着兄弟们过来了。没想到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义渠君豪侠仗义，扶危救困。今日若没有你们相助，我等定会身陷桎梏，备受凌辱。你我之间用不着客套。义渠君急公好义，请受皇歇一拜。黄公子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哦，死而复生。今日一见，黄公子也算是英雄好汉。糜夫人，今日闯下如此大祸，都是老身的错。婆婆不要责怪自己，那些贼人一心害人，剑却张罗。婆婆心善，免不了会中了他们的奸计。眼下朝廷马上会派人追捕我们，婆婆只好随我们一起出城，那才是上策。糜夫人，你们还是赶紧逃命吧。我在乡下有亲戚，我可以去躲一躲。就是甄嫂太可怜了。甄嫂，你醒醒！甄嫂，你醒醒！香儿，把这些给邻里乡亲，请他们好生发送甄嫂。是。继儿，母亲，甄嫂是个好母亲，她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看待，记着有一日要为她报仇雪恨。真是废物！你们带了那么多人马去，竟捉不住几个妇人，一个顽童。夫人应该知道，西市乃乌合之众，云集之地。闵夫人凶蛮，又有楚人黄歇帮阵，后来又跳出来许多胡人，所以我……怎么胡人会搅和进去？小人也觉得奇怪，但是听他们的口音，看他们的做派，确实是胡人，绝对不会错。好个芈月，竟敢勾结胡人，聚众滋事，擅杀朝廷命官，光这些罪状，足够他掉好几次脑袋的。原先只是按照夫人的计谋，给他们安一个鼠头狗刀的罪名，当众着实羞辱一番，然后再把他们收到狱中慢慢折磨。可是谁成想，人没抓到，倒是把廷尉右丞的性命给搭进去了。死得好，你们大人死得其所，他用性命成全了那个贱人。夫人的意思是？我一直想寻求个一刀致命的法子，收拾那个贱人，但国相爷手上不肯染血。这下好了，那贱人犯了燕国刑律，砍头都太轻了，必当车裂之刑处，还有凿顶、抽泪、刨落、挖心。夫人，芈月跟公子季在蓟城犯了事儿，杀了人，必定会尽快想办法逃出城外。夫人，要抢在他们前面啊！对，你们快去！国相爷不在，蓟城出了这等大案，通知守城官兵立即关闭城门，全城搜捕人犯。是。关城门，快！快！关城门！关城门！快！不许任何人进出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都给我拦住！不能跑！一个都不能跑！
大人，国相府的一个侍女求见。哦，让她进来。是。国相夫人侍女灵儿，拜见苏先生。哦，你找我何事啊？求先生救秦国之子公子季母子一命。你说什么？公子季母子命在旦夕，灵儿知道先生豪侠仗义，曾对公子季母子雪中送炭。此事除了先生，灵儿无人可找。到底出了何事？有人诬告公子季母子偷盗，廷尉右丞带兵前去捉拿，与米夫人冲撞起来，两方兵刃相见，廷尉右丞糊里糊涂丢了性命。究竟是何人竟敢诬告秦国质子？是国相夫人。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吧！国相夫人与米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20多年恩怨纠缠。米夫人在燕国的种种困顿，都与国相夫人有关。那你为何不去找国相啊？国相陪着燕王义后出城了。事已至此，我又能如何？听说米夫人带着公子季已经逃出了蓟城，国相夫人私自拿了国相的令符，要调动军队全力追捕。国相夫人怎敢如此狂妄悖礼？她是不知道她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不但坏了国相的大事，更是乱了燕国的朝政啊！所以只求先生赶紧想办法。来人，大人，立即备马，我要出城。是。天就要黑了，前面有个草屋，应该是山中猎人打猎的时候住的，我们在那儿过夜吧。好，走。哈，哈。公子，吃吧，吃吧。皇公子请。让玉儿先吃。喝口水，喝水。这样，让二位见笑了。看到我和继儿如此不堪，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还要连累你们，和我们一起逃跑。什么连累？
要说这事儿就怪我。当初我要是拦着你，不让你来燕国，你跟孩子如今也就不用受这么大的罪了。这事儿怎么能怪义渠君呢？还是怪我，是我无能，不能保玉儿母子平安。那就更怪不了你了。楚国千里迢迢，这事儿跟你八竿子打不着啊。那更不能怪你。那怪谁？怪我。是我命大。先是楚国的楚威后，又是秦王后芈姝，眼下再是燕国国相夫人芈因，他们都想置我于死地。所以啊，你岂止是命大，你这是胆子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芈月。我先是得罪了楚国，后又得罪了秦国，此刻再有燕国，我一个人一下子得罪了3个国家。你们居然还敢来找我帮我，你们胆子比我还大。彼此彼此。哎，别光你们俩看来看去的，也看看我呀。行，看你。母亲不用怕，就算有一日继儿和母亲把天下诸国都得罪了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果然，这里还有一个比我们胆子更大的。公子这不是胆子，这是抱负。假以时日，公子若有贤臣辅助，定能实现雄心壮志。是啊，继儿需要像张子和子歇这样的人才辅助才行。小子，你想得天下是吧？那得兵戈相向，兵戎相见。你得亲自带兵上战场去杀敌。像那种蜜里调油、光凭一张嘴的人，成不了大事。记住了啊！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继儿去睡觉吧。我还不想睡觉。听话，娘亲陪你去。走。怎么还没有睡啊？我睡不着。我也睡不着。你可能还没有听说，张仪死了。张子死了？怎么死的？他离开秦国回到魏国以后，不久就病逝了。这次见你，曾好几次想告诉你，可我想到你们情谊深厚。张子是魏国人，他从来不与外人提及此事，但我想，他心中是惦记家乡的。如此，好歹他能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永远不离开。扫帚星，嗨，那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说什么好看？哎，那边好看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切！临来燕国前，这是你弟弟公子荣给我的。蓉儿怎么样了？蓉儿现在处境艰难。楚王把她弄到云梦泽与夷狄交战，缺粮草无后援，只靠他带着将士们苦苦支撑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一心牵挂我的安危。
临来燕国之前，我想方设法和他见了一面。当时我们俩商量，如果你在燕国待不下去，就想办法回楚国吧，一切我们来安排。你们都不易。我没有什么不易的，况且无家眷，无拖累，无牵无挂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是孑然一身？我也并非情愿形影自守，只是还没有寻到情投意合之人。何苦要委屈自己？有人能帮子歇知冷知暖便好。可我更想我的身边人知我懂我。是月儿夫你。咱俩说这个就客气了，更何况这些年你在秦国也不容易。秦王嬴驷，他对我很好。秦王盖世英雄，识得你，珍惜你。秦王高识远见，对芈月有知遇之恩。若没有秦王，芈月始终是个见识普通的小女子。跟着秦王，月儿才长大了。未遇见秦王之前，月儿只知看重儿女之情，白水见心，清澈如新。结识秦王之后，才知这世上还有另一种高岸深谷的情谊。高岸深谷，月儿说得好，秦王定是待月儿如父如兄，所以当日月儿才割舍不下。但也是从那日起，月儿便知，这天地间，我亏欠的最多的人，便是你。我希望月儿把秦国当成前生前世，从今往后，你是否愿意跟着我，重新再活一次？你说廷尉右丞被杀，芈夫人带着公子季出逃，该是事出有因吧？大人明察，陶尹大人一家一夜之间丢失诸多珠宝黄金，有人亲眼目睹盗贼将赃物运送至西市芈夫人的住处。右丞大人得知案情，带人前去盘查，孰料那芈夫人凶悍异常，一语不合便拔刀相向，右丞大人命丧黄泉。那右丞大人出门办案，难道就没带人手？带是带了，一些兵士，数名官吏，但是抵不过芈夫人人多势众。人多势众？据老夫所知，那芈夫人已落得一贫如洗的地步，除了身边的2个女婢，并无他人跟随。怎么，她突然发了横财，在西市招兵买马，一呼百应了？对了，对峙期间，那楚人黄歇赶到，后来还有西市的游侠剑客趁机滋事，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些胡人，大开杀。好了好了，老夫都明白了。这个妇人不听老夫苦苦相劝，竟敢冒天下大不韪。大人，您是说？我是说，那个芈夫人一介妇人，竟有这般的胆识，这般的谋略。西市游侠
边戎胡人都被他轻易收服。当年齐人犯境时，老夫若有他这般胆识和手段，击败敌寇，可不易如反掌了。大人说的甚是，所以国相夫人也是心急如火，派我速速前来禀报。如今公子季母子和黄歇等人已经逃出了蓟城，且不说城内外一片混乱之势，稚子出逃本是大罪，杀人越货更是罪上加罪，亡命之徒丧心病狂。如若中途再有人接应，局面恐怕很难掌控，还望国相大人尽早定夺。夫人可派人去追击？是，夫人雄才大略，判定公子季母子必定逃往至楚国，当即拿出国相大人的令符，一是派人前往齐国，请求齐国协助燕国限时追捕，事后承诺必有厚报；二是派人带信去秦国和楚国，告诉惠后和楚王，诛杀公子季母子绝不可手软；三是急传田将军入府，即刻带兵前去追杀。混账！这个妇人胆大包天，竟敢私传老夫令符！来人，相爷，备马，我要马上回蓟城。是。哎，国相，你们这些阿谀奉承的小人，把老夫害惨了！国相，国相，母后，苏秦拜见大王。先生请起。谢大王。侄儿，我们要立刻回蓟城。母后，为何这样匆忙？米夫人出事了，有人诬告公子季母子行盗，逼他们返出蓟城。眼下，国相夫人私自调兵，追捕公子季母子去了。来人，去请国相。是。禀议后，国相派人前来禀报，说因政务紧急，连夜赶回蓟城了。什么？国相匆匆离去，必是与米夫人之事有关呢。传令下去，立刻准备返回蓟城。是。侄儿，赶紧收拾一下。来。义渠君，月公主，你起来了。抓我们的人马已经离我们不远了，我们必须要立刻动身。此处往西南，快马扬鞭2日，便是东湖地域。过了东湖，就是义渠。我与东湖一直交好，只要我们到了东湖，便可以安然无恙。谢谢义渠君好意，但月儿打算就此向东，先到齐国，然后再想办法回楚国。去楚国？是。此处离齐国至少要走上8天的路，而眼下燕国倾全国之军力在追杀我们，我们就这么点人马，半路遇上燕军，必是凶多吉少。哎，你别告诉我这是黄公子的主意。义渠君对月儿情谊深厚，10几年风雨飘摇不曾有变，但楚国是月儿的母国，月儿的兄弟此刻正在楚国等待月儿。我心思已定，还望义渠君见谅。兄弟，公主并非只有一个兄弟，在义渠有一个叫白起的弟弟，他也正眼巴巴地等着与自己的姐姐团聚。当年，公主与本王以死相拼，就是为了这个黄公子吧？而如今，公主不顾自己跟孩子的性命，硬要责难弃义，还是为了他吧？你错怪黄公子了，去楚国是我的决定。质子出逃犯了大罪，何况我们在蓟城闹得天翻地覆，燕国必然要追捕我们，秦国也不会袖手旁观。眼下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义渠君侠义肝肠，芈月感恩不尽，但我不想再把你带入险境之中。公主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义渠君是贪生怕死之人吗？行，不就是去趟齐国吗？我陪你。你这又是何苦？
他黄公子能舍命陪你，我为什么就不行啊？为了躲避追兵，我们只能走小路，不能走大路。准备吧。相爷，夫人呢？哎，夫人出门了。出门了？这么早？她去哪儿了？据说是带人出城捉拿什么逃犯。她还亲自出马了。夫人是巾帼英雄啊！这个妇人疯了，简直无药可救。母亲，你在想什么？母亲想起了楚国的汨罗江。汨罗江是哪？那是母亲的家乡。汨罗江很美吗？天底下没有一条江有那么美。母亲离开家那么久了，母亲想家了。吉儿不用担心，皇叔父一定会送你母子回去的。子贤，有时候我真的惶恐，我怕这一次依旧是一场梦。多少回了，我在梦里回到家乡，但脚还没有伸进汨罗江里，这梦便醒了。这回不会了。明日咱们就到齐国边境了。这次咱们借道齐国，很快就能回到楚国。咱们一定要一起去看屈夫子，一起去汨罗江泛舟。早知道这个人碍手碍脚的，当初就不应该光把他打到悬崖下头，还得补他一刀。你除了会杀人，还会动点别的脑子吗？兄弟是为大王着想，依兄弟看，大王定不会输给他。这男人是什么？男人是山，女人是水。男人有了血性，这女人才会跟着他。这女人图什么？图的不就是男人为她挡风遮雨的肩膀吗？他黄公子除了能说会道，还能给他什么？昨日在白桦林遭遇燕国追兵，若不是大王和兄弟们舍命断后，岳公主他们哪能轻易脱身？胡威啊，我们来了燕国多日，也不知道白起那边怎么样了。派个人去他那儿探探消息。是。来。再来一个。嘿。行了，都聊了半天了，歇会儿，填填肚子。我早就饿了。母亲，你也吃。母亲不饿，都给你吃吧。别推来推去的了，填饱了肚子好赶路。不是说已经离齐国边界不远了吗？这远是不远了，可我们走的是小路，这一路你也看到了，多难走啊。而追兵呢，他们走的是大路，路宽马好跑啊。我估计这会儿啊，这追兵已经在边界埋伏好了，就等着我们去。找到秦国逃犯的行踪没有？
昨日我们有一队人马与他们在白桦林相遇，逃犯竟然勾结胡人，凶猛得很。结果我们这边还吃了一点小亏。太大意了！如此重任交给你，千万不要让国相大人失望。夫人，请放心，田将军那边已经做好了妥善安排，明日保证他们一个都逃不掉。下去吧。是。接连几日车马劳顿，骨头都快颠散了。明日总算要有结果。我们进去吧。身为国相夫人，竟然让我住这么简陋的地方。夫人辛苦，老夫在此恭候多时了。相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夫人奇怪是从哪里冒出我这个糟老头子，而且怎么还赶在了你的前头？夫君真会打趣。我和你一样车马劳顿，只不过我这把老骨头比你结实，每日可以多跑几十里路。灵儿，没看到相爷都累坏了，还不快去备饭烹茶？是。那几日，相爷不在蓟城，蓟城出了大案，城中无人做主，妾身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老夫的令符还算管用？自然管用。当时妾身情急，只好借用了夫君的权柄。既然相爷赶到，想来大局一定可以稳住。为了抓这个秦国质子，田将军调动燕国大军部署在齐燕边境。你可知道，动用大军之前，若不得到燕王和义后的首肯，是僭越犯上之大罪。哼！看来老夫这国相的位子，怕是要坐不长久啦。在这燕国，相爷何曾怕过谁人？哎，别自作聪明了。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的话，此刻那燕王和义后的人马就该在不远处盯着我们呢。老夫的一举一动，都在他们的眼界之中。妾身不知做错了什么，还望夫君明示。擅自弄权，公报私仇，借刀杀人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真是天大的冤枉！住嘴！从今以后，不许你离开我身边一步。若敢撒野，打断你的腿！哼！吴邪啊，把这封信给田将军送去。事情重大，不得耽误。是。吴邪，吴邪。啊，夫人。这么晚了，又要出门啊？啊，是我这是给国相大人去送信。啊，还没用晚膳吧？厨房里有现成的糕饼和汤水，吃了再上路吧。这东西我替你拿着，快去厨房吧，免得耽搁。谢夫人。
秦质子一事干系重大，望将军确保质子毛发无损，以上请托，多劳费心。毛发无损，哼！夫人，咱们快到齐国了吧？快了，过了前面那道山梁就到了。可算要到了，到了齐国就好了，到了齐国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。果然有伏兵。他们已经早有准备。香，把缰绳给我。我们怎么办？鱼死网破！鱼死网破！啊！等等，前面好像有人过来。糜夫人，末将奉国相之命，在此等候夫人多时。夫人和公子季是秦国派到我们燕国的贵人，燕国若有怠慢之处，还望海涵。即使有意离开燕国，也该与国相打声招呼，免得双方猜疑，平偏误会。国相攀援扣马，让我传句话，望能挽留夫人一程。芈月感激国相盛情，无奈身处困境，别无选择，还望将军行个方便，让我们母子有条生路。来日芈月恩有重报。身为质子，暗中逃亡那是大罪啊！末将也是为了夫人着想。夫人要去齐国，可这边界已被大军守得密不透风。此刻飞蛾投火，不如带着公子束手就擒。田将军何苦将话说得太满？那芈月只好敬谢不敏。义渠君，看你的了。有本事放马过来！不怕妈妈的废话，不怕闪了舌头。岳公主，看来只能跟他们来硬的了。这样，我带人打前阵，杀出一条路来。皇公子跟岳公主的马车在中间护卫，你断后，冲过去再说。是。我们是秦国质子，继而是义后的弟弟，他们对我们下手会有所顾忌，还是让我的车马冲在前头。义渠君，你来保护子燮和继儿，虎威将军断后。远不可，刀剑武器，他们若是伤了你，他们若伤了我，你更要保证，不能让他们伤到继儿。母亲，好了，岳公主说的有道理，就按岳公主说的做。我跟岳公主打前阵，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。将不妥，就照义渠君说的做。子燮，拜托了。义渠君，月儿若是有半点差池，不用你操心，
仙儿会儿，你们怕不怕？夫人不怕，我们自然不怕。怎么样？果然是我的女人。谁是你的女人？今日不是，以后一定是。大王不好，又有追兵来了！追上了，追上了！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已经追上了。太好了，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好了，这下连退路都没了。义渠君，后不后悔跟我趟这趟浑水？为了你，我死而无憾。叫你义后，还是该叫你大公主？还是叫我大公主吧。还不赶紧下马，拜见大公主！义后，继儿拜见大姐姐。都是一家人，没有那么多礼数。主人黄歇拜见义后。黄公子人中龙凤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快起来！微臣拜见义后。国相免礼。臣有罪，罪不可恕。幸亏你昨日连夜派人送信，让我知晓内情，难得国相费心。李夫人福慧双修啊，虽然遇险，却大难不死，否则郭某百死莫赎啊！快起来吧。米夫人容谅，老夫来晚了。老夫及身边人对贵人多有怠慢，实该肉袒夫妇，向夫人请罪啊！米夫人打算离开燕国，但你与义后多年不见，必要共话旧情。不如随老夫暂回边城驿站住上一夜，
明日议后，略备薄酒，与夫人叙旧，然后再走不迟啊。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微臣引咎自责呀。这秦质子之乱的起因，还在微臣身上。回到蓟城，微臣会自行向大王请罪的。我知道，当初国相本意也是为燕国打算。尽管议后宽宏大量，微臣仍皆悔无及呀。此事证明微臣才识有限，思前想后，恳请议后准许臣将相位举能让贤。国相高风亮节，但只怕没有合适人选。这关于国相的人选嘛，臣已有思量。苏子、苏秦文韬武略，运筹帷幄，该能胜任。若能这样，自然很好。待我回去与大王商量了之后，再做定夺。再有关于米夫人和公子季，米夫人母子在燕国受尽挫折困顿，我自当竭力安抚。只是眼下有天赐良机，以后万万不可错过呀。有何良机？以后是否记得当年燕国大乱，那秦赵两国曾借宋义后和大王归国为名，要了我们多少好处吗？记忆犹新。眼下秦国正面临楚魏之争。国相的意思是，假若我们能将公子季推上秦国王位，正是。列国征战多年，谋国为上，谋地为次，谋战为再次。能谋一国，比谋一战、谋一地更为有利。眼下这秦国公子在我们手中，我们可与那米夫人做个交易，效法秦赵当年之举，助公子季回秦登基。可我燕国国小势微，又有何力量做此交易？秦国楚魏之争已经内乱，只要我们能留下米夫人母子，就不愁没有机会。所以以后当尽力挽留米夫人。夫人，谁是你夫人？老夫心里有数啊。我若做着国相一天，你便是我夫人；我若不是国相，那可就难说了。你若是我夫君，就该替我出头。正因为我是你夫君，我才把你锁在这屋子里。幸亏廷尉右丞死了，继承西市暴乱的罪责都可以推到他一个人身上，而不追究你。我又没做什么，不怕你追究。别自以为是了。你昨日在老夫的书简上做了手脚，老夫心里明镜一般。幸亏老夫早有提防。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坏了我的好事。趁着我还是国相，好自为之吧。哼！黄公子，
黄公子，这几日鞍前马后，辛苦了。义渠君不远万里来到燕国，护送月儿母子，你才叫辛苦。哎，黄公子有所不知啊，我们义渠人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，无忧无虑，这点路途算什么？哼！眼下有义后做主，月儿母子也再无后顾之忧，明日便可平安上路了。义渠君的人马也离开草原多日了，明日终于可以安然返乡，过你们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既然月公主她已经有义后做依靠，想必他们母子也就无需再离开燕国了。倒是黄公子你啊，明日一个人回楚国，有些寂寞吧？你们这是在聊什么？哦，我们是在猜，明日会过义后，你是走还是留？对，这还用得着猜？自然是走。我去喂马了。你该让他走了。他是个聪明人，该走的时候，他自己会走。傻子都能看出来，他对你有意。那又如何？他都肯把性命给你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当年为了你，我曾想取他的性命。月儿，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这个世上有多少男人愿意为你而死，所以你才计较。当然计较，不止计较，而且不放心。对了，秦王允当死了。我已经听说了，所以我猜想，明日会过以后，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挽留你和继儿。所以我才一定要走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不能让继儿和我成为别人算计的筹码，任凭宰割。玉儿说的对。大姐姐，好香啊！这是川飞龙肉，据说只有辽东才有，别处难得一见。飞龙是什么东西？飞龙是一种珍稀的鸟禽，肉质滑嫩，味鲜醇，用它烹制汤水清澈，味极鲜美。这炎炎夏日吃一碗热的汤水，虽大汗淋漓，却能解暑降温，以热制热。继儿说的没错，以热制热也是养生之道。今日的厨人是我从当地请过来的，据说这飞龙非得如此清汤烫熟，否则便会失味。果然难得。前番你跟继儿在燕国受了很多苦，都怪我没能及时相助。昨日若无你及时赶到，哪能保我和继儿平安？但令人意外的是，郭国相也突然对我们母子改变了想法。但无论怎样，我都要谢你。你不知晓国相为人，他向来多变，只有对燕国利益权衡恒久不变。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。这么说，这次国相变了，也与燕国利益有关？米夫人可知，秦王淫荡没了？昨日听说了。
堂堂一国之君，亲自举鼎，他以为自己是天生神力，无所不能吗？这老鸭汤的料都备好了吗？拿点白菜来。在那边呢。照您的吩咐，老鸭已经洗净，莲藕和红枣也备上了。把那老鸭、莲藕和红枣同时下锅，小火要炖2个时辰。哦，知道了。拜见大人，请问大人有何吩咐？忙去吧。是。快去吩咐人多抱点柴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把这盘子鹿肉给前面端上去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看看锅里的肉糜熬烂了吗？早烂了，可以熄火了。哦，我先把那酸梅汤给贵人们送过去。大人，站住！你这碗里做成何物？给义后和贵人熬制的酸梅汤。酸梅汤？啊，大人。你是本地人？啊，奴婢是本地人。你的烹饪手艺肯定不坏呀。哦，奴婢家里头祖传秘制酸梅汤，这边的小城人人皆知。酸梅汤不过是用乌梅、山楂做原料，再加蜂蜜调味。哎，你的酸梅汤难道有何特殊之处啊？哦，奴婢的酸梅汤里啊，再加五味子、大枣、薄荷叶这些辅料，味道的确不一般。果然是秘制。想必这等手艺的报酬，价格不菲啊。官爷打趣，只是糊口罢了，哪里说得上不菲2字？你这话不真。你头上这只金簪子绝不是普通人家的物件，手工如此精致，看着像是宫里头的东西。那是奴婢婆婆给的，算不上稀罕玩意儿。官爷若无他事，奴婢暂且告退，前面还等着奴婢伺候。这盛夏之日，你这般辛苦，不如喝碗酸梅汤再走。这汤是给贵人们准备的，奴婢哪配？我说你配，你便配。大人，国相爷让你喝，你岂敢不喝？国相爷，喝吧。你说过，这秘制的酸梅汤味道不一般。你是在这儿喝呀，还是到大牢里喝？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啊！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！国相爷，妻儿吃饱了吗？我的肚子都快撑破了，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食了。大姐姐，我都出汗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热制热，对吗？母亲，我可以出去吹吹风吗？去吧，别跑远了。知道了。继儿明慧，有王者之相。梦莹有负于你们母子。你有你的难处，何况当年是我先对不住你。苏秦已将事情原委告知于我，其实我不该怪你。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了。那你眼下作何打算？我想取道齐国，再回楚国。你为何不回秦国？你知道原因。就算芈姝记恨你，可她唯一的骨肉也已经没了。眼下楚魏未定，而你还有继儿，你就有更大的胜算。在后宫，我见过多少人为了那个王位赴汤蹈火，奋不顾身。我不想让继儿在争斗中被碾杀。继儿聪颖好学，仁义又有才华，只要你肯，必然有人愿意帮衬。什么人
能如此好心？比如，诸国当中不乏有识之国君。天下没有白吃的膳食，诸国帮我，只怕都是为了讨要好处。我若应下来，也是割肉补疮吧。可继儿是王室儿女，命里就是要争的。那就等他长大了，有了去争的心性和实力。暂时不回去也好。如今淫荡已死，秦国诸公子争位，情形只怕比当年燕国更糟。想来会后芈姝此时在意的，一定是如何保住母后的位子，不会再有心为难于你。你不如先在燕国安顿下来，我让大王赐你们母子一块封地，你可把楚国、秦国的亲人都接过来。继儿还小，你可在燕国安心抚养他长大成人，招揽谋臣死士，以待将来，如何？你一心想回楚国，不会是因为那黄公子吧？我已经辜负过他一次，绝不能再伤他的心。黄公子难得人才，若能留在燕国辅助大王，也定可大展宏图。谢大公主好意，我了解子歇为人，她绝不会留在异乡为他国驱使。我还是与他一同回楚国。我的话都出自肺腑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说过，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夫人，天气炎热，厨房给夫人送来了冰镇的酸梅汤，以解暑气。放在那儿吧。等等，前面议后那边有什么消息？议后，今日议后，不是安排酒水盛宴，宴请那些贵人吗？前头不归婢子照应，婢子不清楚。滚！快滚！这里都是些什么人？一问三不知。夫人，酸梅汤味道如何呀？这等穷乡僻壤之地，哪有什么好喝的酸梅汤？但对夫人来说，无论好坏，一口就够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可惜啊，糟蹋了那秘制的酸梅汤，汤勺上涂了鹤顶红，多么好的汤水，都会变味道的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竟敢毒害我！芈嫣，你胆大妄为！你用那鹤顶红，不仅要害芈月母子，还要取义后的性命。我要是不下手，这燕国就要毁在你的手里。你怎么知道有人出卖了我？是你！我早该下手！是你这个贱人！别怪罪他人，沉水入火，自寻死路，凭谁也拦不住。你是我夫君，为何不与我戮力同行？不错，是你的夫君，
但我更是燕国的国相，不能为了你与燕国为敌。夫人，夫大王，你看，义渠君，等一等。义渠君，此番多亏义渠君的人马相救护送，为其报答，怎么就不辞而别了？过2日你不也要走吗？来的时候没给你打招呼，走的时候也就不用了吧。子歇和我会铭记义渠君的这份情谊。我不要他记着，只要你记着就行。夫人，以后有用得着我们大王的地方就来找我们。多谢。谢什么？那说明你心里有我们大王。哎，夫人不要多心啊。咸阳城东市有个姓梁的皮毛商贾，他是我们的人，如果有事可以找他传话。义渠君走了以后，这驿馆里显得空落落的。可不是，这些日子与他们一路，整日闹哄哄的，可他们一走，又觉得太冷清了。明日我们启程，子歇去准备路上需要的东西了。从齐国到楚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赶紧收拾东西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夫人，刚才我去后院听驿馆的驿丞说，郭国相的夫人昨日突然死了。那个歹毒的女人，天报应，早就该死。她死了？慧儿，你听真切了吗？慧儿听得真真的，说她是得了什么急症。郭国相好伤心呢，已经向大公主禀报，回去办理丧事了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女人蛇蝎心肠，把我们害得好惨。她是罪有应得，可你知道吗？她也姓芈，也是楚国人。她是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夫人。雍大人来了。拜见夫人。雍大人，快请起。夫人，大王驾崩，臣奉命迎公子季归国，商议立新君之事。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？臣乃奉嬴夫人之命。嬴夫人？是，还有朝中许多重臣，都期盼着公子季与夫人回国。这……秦王嬴荡虽然已经驾崩，可先王留下10多位公子，就无人可立吗？据传，王后位有了身孕，但因不知男女，秘书想推举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新君。朝堂上渐渐分歧，如今已乱成一团。诸公子为争位，无人甘拜下风。刚得到眼线急报，列国纷纷派出人马前往秦国边境，打算趁火打劫。我大秦眼看就要支离破碎。如此险象环生，无人主持朝政吗？坏就坏在主持朝政的秘书身上。我在路上听说，本来诸公子在朝堂之上也只是口舌之争，没想到秘书和甘茂定下毒计，以一只桃子作为诱饵，挑逗叔和公子辉与公子华争夺王位。于是
宣誓殿演变成朱公子的练武场，公子会血溅五步，当场毙命。本来朱公子齐聚咸阳就危机重重，这种关头只宜安抚，岂可挑起杀机，自招祸患？大秦之乱就始于芈姝的私心，他只想弄个人在大王的位置上当摆设，由他来把持朝政。那公子华是公子当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拉拢人心，他已在封地恢复旧制，旧族们对他拥戴得很，他岂肯任凭惠后摆布？眼下怎么样了？诸公子人人自危，一夜之间纷纷逃离咸阳，回到各自封地，拉拢朝臣，招兵买马，领郡县与各路王军对峙。而咸阳军中又分成雍公子壮和惠后派，即雍公子华和魏氏一派。更有甚者，怎么？巴蜀之地因蜀侯辉猝死，再起叛乱，而义渠那边所占的几十个城池也一起反了。这么说，秦国已经四分五裂，狼烟遍地。各国诸侯都认为秦国已经完了，他们不愿意再浪费自家的军力，所以将人马纷纷驻扎在函谷关外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秦国自相残杀，盼着秦国实力自我耗尽，打算在最后一刻冲进去，瓜分秦国国土。皇公子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雍瑞雍大人来了。雍大人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既然魏仪有孕，父子相继，也算是正理。芈姝执意不肯，大约是怕魏仪之子被立为大王后，魏仪成为母后，而他只能成为祖母，大权旁落。武王后身后有魏夫人支持，公子华又手握重兵，更加上魏国的干涉，芈姝的担心有其道理。芈姝的身后有楚国的势力，而朱公子的身后亦或多或少有诸国势力的身影。秦国的江山就要被他们分食一空了。夫人，大秦朝不虑夕，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们，岂不知我和继儿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夫人或许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有一道遗诏托付给嬴夫人，说若来日国中诸公子争位，当立公子季为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难道猜疑雍瑞的话有伪？先王去世后，芈姝曾将我百般折磨，追问遗诏之事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夫人，先王既有遗诏，又主意于夫人与公子季，大杀将倾，夫人理应承担重任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，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力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玉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的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皇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。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可雍瑞也非暗示其心之人，怎么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？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打算。
月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是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对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。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可以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，如今怎么样？楚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出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我离开咸阳时，曾见过楚离子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来燕国，什么也没说，将通关符节给了我。恐怕这咸阳城上上下下大秦的朝臣们，真心真意能为月儿和继儿着想的，只剩你、魏冉和司马将军了吧？魏冉是司马错将军的心腹，这些年他们东伐西讨，征战无数，在军中颇有些威望。我雍氏虽不是大权在握，但也是大秦的世勋之臣，与其他家族有些往来。这是杯水车薪呐。还有，魏冉当年曾和赵国国君父子一同护送义后入燕，私交甚好。芈夫人与义后也是情谊深重，也许到时候燕国和赵国秦人争位，不要指望借他国兵马相助，否则的话，纵得王位，却可能输了江山。雍大人，你能保证你带月儿母子回秦国是条活路吗？雍大人见谅，我已备好了马车，明日一早带月儿母子接到齐国回楚国。月儿母子身单力薄，难担柱石之计，委屈雍大人白跑一趟。微臣明臣启程反秦，雍瑞深知夫人非一般妇人之见识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，还望芈夫人救国救民于水火，携公子季与微臣一同反秦。我伺候夫人洗漱歇息吧，明日还要早早上路呢。是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？夫人心里没有主意吗？往东南是回楚国，往西是回秦国。夫人就只能走一条路。若是让你选，你会选哪条？香儿选东南回楚国。香儿离家多年，想回家了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夫人不也曾梦回楚国吗？如今又有了黄公子，我们跟着他，可以在楚国安身立命，顺顺当当的抚养公子长大成人。你也这么想？黄公子与夫人情投意合，我们看着心里高兴。继儿睡下了吗？早就睡下了。公子今日在仿写七国不同的文字，看他把这案几弄得乱乱的。你先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你也累了一日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夫人也早些歇息。去。
光这个马字，七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但假若有一日，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大王，女儿羞愧，女儿有负你的期望重托了。继儿，我们要上路了，你怕不怕？母亲不怕，继儿就不怕。可万一母亲选错了路，你会不会怪母亲？不会，母亲选的路就是继儿选的路，母亲去哪，继儿就去哪。